兄姐妹平安。在礼拜开始之前，也请大家先将我们的手机关静音，然后我们诚心的安静我们的心，来预备今天的礼拜。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我们一同来祷告，请大家一同站立。有人说，当我们祷告时是专注在我们的需要上，当我们专心敬拜时，我们只专注在神身上。主，愿主你此时此刻让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扬声赞美你。祷告奉耶稣的圣名求。咱的笑容，平安的祝福，开阔的境界，有主的同在，咱无搁受灾害。上帝就祝福你，互咱稳定满满心，咱来彼此相听同，彼此祝福咱的将来。我来祝福你，你来祝福我。上帝的恩典这呢大，当作就是喜乐光。我来祝福你，你来祝福我。人生的希望拢伫这，上帝我人听命命。喜乐的心情，灿烂的笑容，平安的祝福，开阔的境界，有主的同在，咱无搁受灾害。上帝想祝福你。
互咱稳定满满心。咱爱彼此相听通，彼此祝福咱的将来。我来祝福你，你来祝福我。上帝的恩典这呢大，高山就出喜乐光。我来祝福你，你来祝福我。人生的希望拢伫这，上帝爱听命命。喜乐的心情，灿烂的笑容。平安的祝福，开阔的境界，有主的同在，咱无搁受灾害。上帝小事福气，互咱稳定满满心。咱爱彼此相听通，彼此祝福咱的将来。我来祝福你。你来祝福我，上帝的恩典这呢大，高高就出喜乐光。我来祝福你，你来祝福我，人生的希望拢伫这，上帝爱咱听命命，上帝爱咱听命命。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的约，全心颂赞献上为祭，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有赞美不停，一人同力欢呼声永不息。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的约，全心颂赞，献上为祭，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捧领欢呼声永不息。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的约，全心颂赞，献上为祭，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同力欢呼声永不息。弟兄姐妹请坐。
苦不见光，阴间绳索缠绕着我们，求你睁眼看，侧听祷告，你百姓在这里祈求。你的心事是我们盼望，你的应许黑暗中曙光。你闭睁眼看，彻听祷告，这百姓是你所爱的。急难之中，我们会转向你，你是主，承认你是主，求你转意，不把你列入，你是主，你是救我们的主。求你医治，求你怜悯，求你兴起，仇敌就退去。我们呼求阿爸天父，你的救恩必降临这地。急难之中，我们会转向你，你是主，承认你是主，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你是主，你是救我们的主。求你医治，求你怜悯，求你兴起，仇敌就退去。我们呼求阿爸天父，你的救恩必降临这地。救恩必降临这地。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严峻的疫情当中，还能彼此一起在这边聚集，来领受你的恩典。感谢主，透过这样的聚会模式，让我们更看见教会肢体彼此连结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不能改变环境，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行为。不论是男女老幼，我们都不是局外人，别让冷漠取代爱。愿我们时刻警醒自己的心思意念，也用行动成就教会信仰的种子。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
有一项事，我捌对耶和华求，我犹原志意爱得到，就是一世人徛起耶和华的厝，看伊的阳光，照亮伊的殿。各位兄姊平安。咱即时来吟圣诗201首，上主做我至好牧者，上主做我至好牧者，吟全首，会将请起立。请坐，煞接，咱请玉金姐妹带咱来祈祷。咱共心来祈祷，愿心心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祈祷。今仔日是一年一摆的父亲节，愿要为每一个做老爸的来祈祷，求上帝你赏赐因满满的恩典甲智慧，通带领全家时常来亲近你、倚靠你，行伫你所欢喜的道路。愿嘛要为新冠肺炎的疫情来祈祷，疫情改变了世界。也限制了大家的行动，有侪人染病，也有侪人失去亲人。主啊，阮要倒转到上帝你的面前来悔改，愿深深来恳求你，搁一遍施恩来即块土地顶面，防止病毒继续对人的危害。即时，愿嘛要为台湾即块土地诚心祈祷。求主赏赐政府掌权的，会当较紧买到侪的疫苗，互每一位百姓拢有机会拍到疫苗，通拄起百姓行赢又入热心，也通恢复正常的生活。接续为着气候的变迁。造成世界侪所在有发生的灾难来祈祷，因为长期无落雨，
造成侪侪火灾，落大雨，阁造成土石流、水灾，真侪人失去财产甲性命。愿要好好来思考，要安怎保护上帝你所赐这美好的土地。最后，愿嘛要为每一位兄弟姊妹出入平安来祈祷。身躯有欠安尼、有病痛的，拢为兄弟姊妹的关怀陪伴甲代祷。主啊，你深知影阮是软弱的，虽讲阮毋知影明仔载会怎样，总是阮若倚靠你，你就赐阮平安快乐。主啊，有你的同在，阮就袂惊赢。恳求你一步一步带领阮头前的道路，求上帝施恩带领。阮安尼祈祷恳求，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接着，咱请崇文弟兄带咱来启应。所接落来，咱来读启应文，伫启应文37篇，诗篇后壁面1067页，我来客兄姐来引。我的囝，你的心若有智慧，你的喙若讲正直，毋通羡慕歹人，将来一定有盼望。我的囝，着听，着有智慧。着听趁生你的老爸，着买真理，毋通卖。正直的人的老爸会大快乐。着互你的父母欢喜。我的囝，着将你的心交托我。这时，咱请同心团契来献诗。今仔日所献的诗是这一生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咱感谢同心团契的献诗，煞接咱请文生弟兄带咱来恭读上帝话。咱来恭守上帝的话，记载伫帖撒罗尼迦前书3章第11节到第13节，伫新约圣经291页，显着我来读，兄弟来看。第11节，愿咱的父上帝，甲咱的主耶稣引带阮平坦的路就分恁。第2节，也愿主互恁三听，煞听正人一发充满，亲像阮会听恁。第33节，意到经过恁的心诚诚，无通嫌，伫咱的父上帝的面前，伫咱的主耶稣甲伊隆重的圣道，搁来是以上。煞接咱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用告白，请起立。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列岛林内受苦，顶12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时，咱要请国成牧师来为咱敬道。伊今仔日要讲道的主题是“天父爱我们，天父爱我们”。各位在座兄弟姊妹同工以及所有线上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今仔日咱第一次有实体礼拜，咱有开放，互同心团契的兄弟，互倒来侍奉。在座嘛有一寡 VIP 的兄弟吼，感谢主。愿上帝赏予咱今仔日是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因为天父嘛用耶稣基督来付清咱所有的罪。天父疼咱，但是咱爱用搁较侪的行动来回应上帝的疼。看到咱的疫情渐渐往好的方向，嘛渐渐有一寡的场所有阶段性的开放，嘛保守咱伫开放的生活，咱无搁有互疫情来拍乱咱的生活，求上帝施恩带领。今仔日嘛是同心团契的主日，感谢每一位兄弟转来服侍侍奉，因为过去2个月其实台骹拢是无人的吼。感谢主，今仔日有一寡兄弟会当转来，愿上帝施恩每一位做父亲的兄弟姊妹，男性吼，嘛求主保守同心团契，帮助咱的教会，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使用伫阮的教会，求主你听阮的祈祷，照念阮，知阮的心思，嘛，互阮的声音恳求祈祷，伫你的面前所摆列，愿主你来听阮的心声。愿上帝你帮助阮，听阮的祈祷。因为透早，阮要来到主你的圣殿，阮伫早起时要来亲近你，愿你的慈爱进入阮的心中，互阮来敬畏你，
伫你的圣殿来亲近，来献阮的心，诚做芳芳的祭。恳求主你，互阮有欢喜，因为你保护阮，你保佑阮，互阮伫即个时代，互阮兴起，诚做传福音的使者。愿主你施恩帮助阮，互阮伫疫情的下面，你诚做阮的盾牌，来四围来保护阮。阮献上阮的祈祷，感谢恳求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咱今日所读的经节伫帖撒罗尼迦的前书3章第11节到13节。帖撒罗尼迦是一个城市的名，伫个希腊的所在，在希腊的地方，它是一个有20几万的人口的地方，有20外万的人口。伫当时初代教会迄个时代，算是一个不止大的城市。这个城市伊有真特殊的文化，就是传统的希腊的文化。伫保罗第二次伫宣教的时，经过这个所在，伊甲伊的同工希腊希拉，因离开了菲律宾。菲律宾是当时欧洲第一间的教会。了，因离开菲律宾了后，经过安菲波里以及阿波罗尼亚，因就来到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市。当因来到这个城市的时，因连续3礼拜的安息日，因拢有到当时的会堂，然后有甲因辩论，有甲遮的犹太人的领袖，伫会堂的内面，伫遐辩论这个真理。这记载伫《使徒行传》17章第1节到第2节。当时有尊贵的妇女，以及有敬虔的希腊人，因听了保罗的教导，信耶稣，就做成帖撒罗尼迦这间教会的成立。所以保罗伫这张的批信的内面，称赞帖撒罗尼迦的兄弟姊妹，称赞因是无因为迫害，无因为有试炼来信用倒退，也是跋倒，而且会当搁伫患难的中间保持信心，保持爱心，而且保罗更加称赞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因伫传福音的事工的顶面的作为。伫帖撒罗尼迦前书第1章第7节到第8节有讲：递到恁做马其顿、阿该亚，拢总神的人的模样，因为主的道理对恁传出，毋那伫马其顿甲阿该亚那定，就是恁上帝的信，已经逐所在报用。咱对这张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书信，咱就当看出保罗对这间教会的称赞，对这间教会的勉励。所以伫第1章就看见因不止诚做马其顿、阿该亚迄个所在信用的模范，而且因已经将真理来报用。保罗常常喜乐，无停止的祈祷，凡事感谢勉励当时的基督徒。咱看到伫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市，因原本只有犹太人的会堂，后来帖撒罗尼迦教会兴起，这是个会当讲诚做迄个初代教会希腊地区的模范的教会，亚该亚省跟马其顿省这个地方。那另外在土耳其那边就有以弗所的教会，那个就是属于是亚洲的教会。所以伫欧洲希腊，这个希腊半岛的所在，帖撒罗尼迦教会诚做迄个所在的模范。所以保罗写这张书信的时，肯定勉励
帖撒罗尼迦城即间教会的兄弟姊妹。伫第一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1章的第2节到第3节，保罗嘛有讲着讲阮为着恁众人常常感谢上帝，伫祈祷的中间来孝念恁，伫上帝咱的爸的面前，常常孝念恁有信就行做，有仁爱就着磨，有仰望咱的主耶稣基督就吞论。这是保罗对这间教会另外一点的肯定。所以伫书信的中间，咱看到帖撒罗尼迦的兄弟姊妹，也是这初代教会的信徒，因有坚定的信心，因伫遐操练因的信心，因有付出疼心，甲所有的人，同受这个苦难的人，伫遐三甲吞论，伫心中有仰望，因伫遐三甲忍耐。所以这是一间无简单的教会。嘛是值得咱对这间教会来学习。这间拄保罗所讲的，就是这间教会有信心、有疼心、有仰望。这嘛是咱所爱学习的信、望、爱，信、望、爱。所以初代教会其中之一的帖撒罗尼迦教会，有值得咱所学习，因为伊是迄当时初代教会有优良的典范。而且因有坚定的信心。保罗有一个信念，伊的信念是讲，咱人活伫地面上，每一项事，咱拢有上帝作为，包括现处事，不管是什么人执政，也是讲这个世界有什么种的局势，上帝有缘掌管。所以，若无有上帝的旨意，检测这个代志是无法度来发生。今日的经文第1节、11节，甲咱讲，愿咱的爸上帝，天父是咱的上帝，天父嘛是神，是咱的神。所以各位兄弟姊妹，至于天父是要真做什么款的神来帮助咱？第一，天父是早伫地，今仔日嘛伫地，永在伫地的神。所以，咱所信的上帝，咱所信的神是早伫地，现在伫地，永远伫地。所以，咱的神毋是人做的，这是咱爱来确定的一件事。咱所信的上帝，毋是咱去家己做出来，毋是咱去家己雕刻出来。咱所信的上帝，嘛毋是用譬如，用人去做一个譬如。咱所信的上帝是有位格。下一章因为跳不下去了。所以咱爱相信，咱的上帝是伫圣经内面不断甲咱启示，不断甲咱证明伊的存在，而且显明伊的规律。上帝早就已经存在伫创世纪的第3章。当人犯罪了后，希望赶出这个爱甸乐园的时，天父为着亚当甲夏娃做甚物款的代志？伊为着因做一领皮衫，伊为着因做皮衫，甲因穿，然后讲恁着爱家己煮，爱家己靠家己生活，因为恁爱劳苦着磨，伫即块土地已经受咒诅，所以。这个土地受到咒诅了后，恁爱靠恁家己的规律来生活。所以天父疼世间人，为着因做一领皮衫，甲因穿。所以咱嘛想着讲，今日是父亲节，真侪人孝念咱的老爸，真侪人感谢咱的老爸，真侪人嘛真疼咱的父亲，所以咱看到天父是安尼疼世间人，所以当亚当夏娃赶出爱甸乐园的时，因有一领皮衫通穿。伫创世纪第3章的第21节啦，伫出埃及记第3章14节，当摩西去拄着上帝的时，上帝甲伊讲。你着爱转去到埃及，带百姓，以色列百姓来出埃及。
但是摩西迄时阵无有信心，嘛对家己毋是真大的肯定，因为伊一直怀疑伊的人生。伊来到旷野的时，伊对埃及走出来，伫旷野，伫旷野的所在，伫遐结婚，伫遐生囝，伫遐建立家庭。原本伊想着讲，伊的人生就安尼来过。伊无想着讲，伫故乡的时阵，伊拄着上帝。当伊问上帝你是啥物名的时，上帝讲：我是自然而然，我是自然而然。华语叫自有拥有。所以，这个上帝早就已经伫这个地面上，伫创造世间的时，已经伫地面上；伫古早时代嘛，已经伫地面上。所以，咱要相信上帝是早就已经存在。因为当咱的世间是黑暗、混沌，这个混沌就是罪的意思。当这个世间是安尼黑暗，但是上帝的话，互世间有次序，有光有暗，然后有星辰、有日头、有月亮、有地球，然后搁做这个植物跟动物，最后创造人，互这个世界有次序。所以上帝的话的权柄，互这个世间本来是黑暗、混沌，变做有次序。但是人搁对了罪的内面，变做人爱靠家己劳苦生活，而且人嘛无法度变做永远袂死，因为死就是救助。咱的人生拢有一个阶段。所以，咱所信的上帝是过去圣经记载人所信的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是雅各所信的上帝，是以撒所信的上帝。而且，咱的上帝嘛是大卫所信的上帝，嘛是宣教师马该所信的上帝。所以，这个神天父上帝是咱的信仰，是咱所亲信，是咱所倚靠。上帝袂因为讲，咱的福音对加拿大传到台湾，咱的福音就甲加拿大福音完全无共款。这本质是共款的，只不过是文化无相款，只不过是人种不一样人种无共款。所以福音无论你到印度去，无论福音去到倒一个所在，去到非洲，去到南美洲也好。咱所信的上帝拢是相款的，所以有一句话讲咱的教会是普世性的，普世性的。咱无因为福音来到台湾，这信仰就变低，品质就变低，毋是，是有圣神的同在。无因为福音传到台湾，这圣神的开力就减少。上帝是永远袂改变的，咱的天父是永远袂改变。天父如今还阁疼咱，而且永永远远疼世间人。当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时，是不断提醒人，上帝有慈爱，而且最后用耶稣基督伊的独生圣囝来赎回咱的罪。所以天父是疼咱的上帝，天父是疼咱的神。保罗伊今仔日即句话讲，伊将耶稣基督甲天父甲伊放做伙，说。伊讲愿咱的父上帝，甲咱的主耶稣，用圣父甲圣囝的名来宣告信徒要得到的事。要得到什么种的事？要得到咱现处时，咱有平安，咱有喜乐，咱伫信耶稣的内面，咱有完全的平安。第二，咱来知父上帝。有引带来带领咱。保罗伊心中祈祷讲，有一个心愿，就是求上帝来引带帖撒罗尼迦的兄弟姊妹来进入上帝的疼痛甲慈爱内面，引带阮伫咧平坦的路。所以保罗希望伫当时黑暗的时代，信徒会当行伫平坦的路的顶面，而且伫黑暗的中间无跌到跋倒。所以耶稣嘛讲，伊是真理，是活命，是道路。若无借着伊，无人会当到父上帝兄。这是甲咱讲，咱人生要为着行的路，是爱靠着耶稣基督。所
所以信主的人的性命是被上帝甲咱保证，透过耶稣，互咱会当到上帝遐。所以保罗伊希望伊祈祷，望遮个阻挡拢会当刷开，互兄弟姊妹因迄当时的生活会当无受到迫害袂。所以保罗一直祈祷，上帝祈祷。保罗一直祈祷讲主啊，被上帝耶稣基督来引带当时的兄弟姊妹。如今基督已经过我，咱的主嘛照着被上帝旨意引带着咱的兄弟姊妹来行往一条永生的路，行往一条天堂的路。所以耶稣的行动甲上帝是一致的，是联合的，是做伙的。第三，咱爱知天父上帝有加添信徒疼心，加添信徒疼心。咱知影讲，伫患难中的人是较有分享的心，也是较有自私的心。伫患难中的人比较自私，比较袂晓去疼人。安怎讲？因为伫受苦的中间，无论是物资，无论是什么种的也是机会，拢是比较较少，所以人比较会较有自私的心理。咱看印度即摆文化印度是足大的国家，人口是世界第2多，比中国搁较少一寡。咱看印度人遮尔多，囡仔要为着互囡仔出头天迄是比登天还要难。咱看伊咧考试哇，遮济人大家拢挤破头，因为咱知影讲印度比较生活差距比较大，袂当讲因完全拢是送向，因嘛有真侪好野人，就是讲迄个生活差别真大。就是讲伫基层的人想要出头天迄种竞争无比咱台湾是搁较侪倍。因拢想讲我的囡仔会当出头天，因袂想着讲别人的囡仔。咱的台湾，咱搁会当想着别人。伫迄种困苦、搁较艰难的国家，因袂去想着别人，只有想着家己。所以，伫艰难困苦中间的人，要真做分享的人，迄是真困难。但是咱看到帖撒罗尼迦有疼心去帮助帮助有需要帮助的人。所以伫患难中的人，要叫人去疼人，迄是真困难的。所以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有爱面对2项的苦难甲迫害。第一，就是犹太人，这无信主的犹太人来迫害教会，这会堂的内面的犹太人来扰乱教会，甚至进入信徒的厝来扰乱，伫遐制造事端。因为因不满这犹太人信耶稣。第二，就是因为教导无真充足，所以产生大家对圣经的认捌、对教义的认捌无相款，伫遐造成内部的纷争。所以这是一间内忧外患的教会。外面有犹太人的迫害，因内面呢，因为对耶稣过来迄种的期待无相款，所以造成内部对教义造成一寡纷争。所以这是要叫人去疼人，是一件无容易的事。总是咱看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1章第6节有讲到，各恁已经伫侪侪苦难，用圣神做赏赐的欢喜，来承受道理，就学阮也学主。这个已经有甲咱讲，伫侪侪苦难，总是圣神赏赐侪侪欢喜，来承受道理，嘛学阮也学主。保罗安尼勉励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因有极大的疼心，
而且疼人也伫疼上帝内面得到恩典充满，加添侪恩惠。当基督徒的灵命长大，疼心嘛爱忠诚，嘛爱有侪疼心来疼别人。疼心是咱伫生活长大的目标，所以基督徒咱爱彼此相疼，这是圣经所甲咱启示。咱伫聚会内面彼此相疼，咱自然就会当去疼别人，会当疼咱厝里面的人，才会当去疼伫厝外口的人。愿上帝施恩予咱，这个跳不下去，跳没有办法跳下一页。好，所以咱第四，咱来体会天父的疼。宣教是上会当体会到父上帝的疼，为什么？咱看到侪宣教师过去伫宣教的时代，去侪所在传福音。所以若无这宣教师，其实真侪所在是无教会。所以咱现此时，咱真侪宣教师也搁咧做传福音的工作，包括伫即马咱的台湾的土地，嘛还阁有宣教师，伫新人院教册也好，伫地方的教会牧会也好，也有侪的宣教师伫咱的土地。所以教会，咱所信的上帝是同一个上帝。所以圣经甲咱讲，只有属了耶稣基督这个名那点。所以咱所信的耶稣是同一位，咱所信的上帝也是同一位。帖撒罗尼迦伫患难中间疼人，伫宣教的时间，因愿意献上，愿意献因所有的。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咱宣扬主的工，咱所需要一切，拢要有上帝的主爱，因为疼，因为爱天父，甲宣教的人同在，嘛甲宣教的时间同在。咱顶礼拜，咱有可能有兄弟姊妹收到对韩国寄来的这个礼物，这个礼物咱用感恩的心领受，但是咱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咱嘛用分享的心，甲人三角来分享。若无收到，下一厝才补哩，因为数量实在无遐尼多。像是即个时阵嘛，无法度真方便，每一个人拢会当摕到物件。所以伫宣教的中间，咱看到宣教的故事是不断在进行，宣教的奇迹是不断在发生。因为咱毋知影讲咱会收到这个礼物，总是咱会想着讲，咱是毋是爱回送因什么物件？总是毋是伫物件顶面咧送来送去，是伫疼心。伫爱心的内面，互相领受，互相分享。所以宣教的事，天父上帝会一直做，会透过宣教师，透过有心的兄弟姊妹，继续来做。虽然咱无法度实体的聚会，无法度实体的宣教，但是宣教还搁在进行，宣教的门是开的。所以上帝是将疼传到有需要的所在。天父上帝的疼是永远，所以咱用真心诚实来感谢、来领受，但是咱嘛会记得分享，来体会天父上帝疼咱。咱知教会建立，若无有宣教这个行动，也是讲教会的设立，若无宣教持续，这个福音是无法度传出去。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伫父亲节，知影上帝疼咱，上帝用伊的主爱，还搁咧疼这个世间，咱同心来祈祷。主甲阮三角同在，是阮互阮伫父亲节时，嘛感受父上帝疼地面上的人，互还未信的人，有一日因会当信主，这是做基督徒的目标。上帝帮助阮，教会设立就是爱传福音，爱做宣教的事。阮感谢主你，嘛提醒阮，嘛互阮造就彼此相疼，互阮知
助力听阮，恳求助力帮助阮，互阮对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来学习，怎样有信心、有仰望，怎样伫信心、仰望、疼痛的内面，来成做一间健全的教会。上帝，你收予阮，嘛，互阮的教会成做有使命的教会，成做传福音的教会。愿爸上帝听阮，听罗州教会众兄弟姊妹，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咱感谢牧师的勉励，这时咱来吟回应诗315首，天父恩典真正大，咱请起立。请坐，说着，咱来奉献，请书献的同工接献。这是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咱拍开周报的头前，咱家己来读2遍。哦，请坐。也愿主互恁三听，线听众人一发充满，亲像阮的听你。也愿主互恁三听，线听众人一发充满，
亲像阮的三厅，帖撒罗尼迦前书3章12节。这是我来做简单的消息的报告。咱先开咱的周报。今仔日是父亲节吼，祝在地上的每一位爸爸都是父亲节快乐吼。那求上帝，咱祝福因会当凡事兴盛，身体健壮，灵魂兴盛。咱第一点的中央流行疫情中心来宣布，8月初10到23维持疫情的警戒第2级。咱集会活动限制是室内50人，室外100人。教会消息第一点，咱教会3楼甲4楼，敢会当开放30个座位尔吼。周间的聚会甲团契聚会，咱拢以视讯优先来上线吼。然后8月初9进前，咱拢无开放。8月初1的洗礼甲圣餐1记，8月初8父亲节活动，咱拢延后择日举行。今仔日适逢8月8号主日，由同心团契来负责，所以咱同心团契友会当优先来参加。第六点，以上的决议，咱以疫情指挥中心的宣布，会阁做调整。第7点，咱若有奉献的兄弟，用转账奉献的兄姐，咱一定爱伫拜5的中昼12点回报咱的姓名、电话，阁有转账日期、账号、金额奉献。那要特别来注意一下。第2点，咱奉献主日8月15日主日是教会甲社会的奉献主日，咱请兄弟拢会当做伙来关心代祷。第3点，特别奉献教会的影音工程已经完成，邀请咱兄弟会当踊跃来奉献。第4点，每礼拜3的暗时8点有查经祈祷会，那么邀请咱的兄弟，咱做伙来守望教会，彼此代祷。第5点的过节报告，咱请家己来过目。团契消息，今仔日是本会同心团契主日，由阮同心团契共同来参与服侍。肢体相通的部分呢，第1点，咱来看疫情吼，为疫情来祈祷，咱求上帝会当医治，保守咱的土地，咱做伙来祈祷，会当互这个疫情赶紧的过去。望咱会当恢复咱正常的生活。第2点嘛，为着全球的暖化的气候的变迁，有水灾有火灾，这艰难，咱拢做伙来祈祷。第3点到15点，咱家己兄弟呢，若咧灵修祈祷的时阵，会当为咱遮的兄弟来祈祷吼。中会消息甲教界的消息，就是有关肺炎的疫情的慰问金的申请办法吼。那有这个需要，也是中低收入有这个资格，咱甲对教会遮来中会来申请。以上。咱首先先感谢所有在座同心团契的兄弟姊妹吼，当转来参加雨师侍奉，咱拍拍哈，互相鼓励一下。咱这个礼拜吼，这个礼拜周间咱的礼拜聚会吼，咱的聚会渐渐来放宽，所以咱拜3祈祷会。会当来教会实体的聚会，但是一楼会当的空间可能嘛差不多伫20个左右啦吼。所以拜3拜4相连，再搁甲会长联络就陆续啦可以恢复聚会除非搁有突发状况就是依照疫情防疫中心的指示即摆就是室内50个虽然今日距离有拉大差不多是照安尼的人数
拜六献歌队的练歌吼，遮迄个会队长吼，联络一下，先苏琴确定吼，确定，嘛是伫遮练歌吼，青年团契礼拜六吼，应该也是可以回来，那就在1楼。那礼拜天，礼拜因为出列人数会较复杂，所以咱主日2，也是讲礼拜聚会，咱这个甲小会员演绎一下吼，到底要开放到什么样的程度？因为咱有30个人礼拜，那伫1楼、2楼，然后还有聚会吼，特别是主日2，来，咱在这有注意名的举手。哦，这么多，发70%，我们的覆盖率有70%，我还袂做的哈。大概是安尼啦吼，就那线上兄弟若啥问题，再敲电话问牧师吼，这才都就阶段性啦吼，阶段性。以上吼，甲大家补充报告。伫遮嘛祝线上以及在座所有做父亲的兄弟父亲节快乐！上帝祝福咱，祝福恁。这是咱的银尾变诗，圣诗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吟诗员，请牧师为咱祝祷。做伙领受上帝的祝福。台湾平安的上帝，就是捌踮伫永远的会对死人中带羊群的大牧者，咱的主耶稣搁起来，互恁伫逐项的好事完全来行天父上帝的旨意，也对耶稣基督踮伫咱的内心，帮助咱圣神常常感动引带咱，愿阳光嘛归互咱的主，愿爸囝甲圣神上帝恩典、怜悯甲平安踮伫恁的顶面，直到永远无煞。阿门。请坐。拍照纯正，拍照留念。